看到这是现代版的安平追凶剧。43岁曲汉中看起来是乌人，也毋过伊的台语足练长，伊是正港的台湾囡仔，也毋过生做和一般人拢无共款，自细汉就互人看伊无目的。大汉才知讲，原来伊的亲生老爸过去是驻台湾的美国空军，伊想要找老爸煞找无，一直到今年4月，朋友甲伊斗相共，找一间美国 DNA 的公司，用伊的喙烂来化验，50年后总算找到伊的亲生老爸。你好，我叫曲汉中，住伫迄个苗栗。用流利的台语自我介绍，伊是曲汉中，自细汉就伫咧台湾大汉，因为有一半台湾甲一半美国的血统，皮肤真乌，五官真深，若是无开喙，恐惊唔知影伊会晓讲中文。骂我是黑人，然后又皮肤洗得不干净这样子。同学叫我洗那个米水，我就尝试的洗那米水，但是一直洗不干净。自细汉就受到别人无共款的眼光，曲汉中大汉了后才知影，原来家己的亲生老爸是当年奉派来台湾的非洲籍的美国空军。本来根本都唔知影亲生老爸的名，因为朋友介绍，透过美国的一间公司来验 DNA， 竟然找到从来唔捌见过的亲生老爸。这对失散多年的爸仔囝认为这真正是奇迹。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应该是不太会可能找到，但我觉得很神奇，他就那个找到我的亲生父亲了，当时就很激动啊，很感动。随着音乐来跳舞，徛伫咧亲生老爸边仔听歌。曲汉中今年7月带着伊的查某囝去美国探亲，嘛是头一摆看到公爸顾母的阿姊，一时间有一个大家庭，互曲汉中感觉真感动。他有说，来了美国之后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这样。爸爸说他那时候在台湾当兵服役的时候是服役2年，然后跟我妈妈有一段情之后，美军就撤退了。然后爸爸不知道我那个妈妈她已经有生育了。甲亲生老爸千里来相见，嘛约好明年伊的亲生老爸会来台湾佚佗。当初是美军要离开台湾，曲汉中的老母才发现已经有身，而且来改嫁。虽然养爸已经过身，但是即马曲汉中找到伊的亲生老爸，总算嘛会当享受天伦之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